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， 多謝大家今日嚟呢度，同埋都要多謝麻風沙廠邀請我們公司嚟到呢個編織生活節，係啦，冇錯，編織生活節，咁啊，即係呢度有咖啡節啦，係咪叫咖啡節？係啦，佢有好多咖啡嘅東西啊，一陣間我會有冇沖咖啡啦，咁同埋呢度係人狗都可以好開心咁樣共融嘅地方啊！我今日冇帶到悶悶嚟，因為我要沖咖啡。但係平日大家係可以帶狗啊、帶小朋友啊嚟呢度，咁啊好多小店啦，同埋好多咖啡啦，好多狗仔嘅嘢可以買嘅。重點係你真係可以同狗仔一齊食嘢，我呢度好開心喎！咁所以